今日咧喺惠康咧就見到呢個產品都幾特別啊，即刻買咗先啦。一個都有3隻顏色揀，有啲抵嘅，有黑色、有白色、有粉紅色嘅。咁嗰啲手提風扇咯，咁就原價99蚊，就特價咧就59蚊，買任何嘢咧就可以即係加59蚊就可以買。佢都係4000電量，都相當抵。佢買翻嚟咧，佢已經都好誇張，有90成電咁多。因為而家充緊，都係應該貼士充電咯。嚟睇下呢部機啦，原來呢部機有5段風力嘅，就01、50、100、150、199嘅。咁我可以睇下先，開兩下啦咁。加減號都可以撳兩下就開，連撳兩下。開啦。咁第一個咧就01，跟住50。100，100咧，原來呢個即係第3個階段嘅，仲有2個。呢個最大嘅風力啦，呢個特別留意啦，如果惠康仲有得賣，都係加59蚊嘅啫。天氣真係熱啊，可以買嚟用，多謝大家。